你開住音樂望住狗狗，覺得自己好文青，但係你有冇諗過佢真係中意你播緊嗰首歌，定係其實內心忍緊可以唔好再播呢啲？唔講笑，狗狗對音樂嘅反應真係有科學研究支持。只不過你以為佢放鬆，其實可能係咁唔想理你。首先啊，狗狗聽覺範圍遠遠高過人類啊，佢哋能夠接收到高至4萬赫茲以上嘅聲波，對節奏同頻率變化特別敏感。聲音對狗唔只係背景，而係一種環境訊息。所以你播音樂，其實就等於你哋喺耳邊不停講嘅，佢播咩？根據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一項研究，研究團隊嘅收容所試驗唔同類型音樂對狗狗情緒嘅影響，結果顯示古典音樂有助狗狗放鬆，佢嘅心率下降，冇得多啲，吠得少啲。但係一播 heavy metal 或者節奏急速嘅電子音樂，狗狗就開始變得焦躁啦，行走去舔腳掌，表現唔安。原因在於節奏太快，高頻率聲響會刺激佢嘅神經系統，變成一種環境壓力。但唔代表狗狗淨係中意古典樂。格拉斯哥大學有另一項研究就發現，狗狗對多樣化音樂更有反應。好就播放唔同類型，例如 soft rock、雷鬼、acoustic pop 等時，狗狗整體行為更加穩定，而且唔會對單一風格感到煩厭。即係話狗都有啲乜嘢嘅歌單疲勞症啊。但係點解佢會怕 K-pop？ 唔係話 K-pop 唔好聽，而係有啲歌曲節奏密、轉調快，配上高音合成器，對狗耳仔嚟講太刺激，唔係舒服。狗狗大腦入邊感知聲音嘅區域，對呢種聲頻變化特別敏感，唔少狗會選擇避開聲源。再講音量嘅人覺得細聲，狗可能已經覺得嘈，所以唔係你開細聲就一定 OK 啊。最好控制嘅背景音程度，甚至可以播放經降頻處理過嘅專屬寵物音樂。坊間已經有唔少專門為狗狗設計嘅放鬆音樂 App 或者 YouTube 播放清單，但係唔同狗性格唔同，反應都唔一樣嘅。有冇狗中意跟住 Lo-Fi Hip Hop 一齊睇？有冇狗對人聲反應特別大啦？一聽到廣東歌副歌就彈起啦？你要觀察啦，佢播咩歌嘅時候會冇得舒服啦，唔走開，唔擺尾過急啦，就代表佢中意。咁反之咧，如果係播某類歌嘅時候，佢會離開啦、轉身啦、不停喐，就要換曲風啦，甚至可以測試放同一首歌2-3次，佢嘅反應會唔會變得冷淡？如果係代表佢已經開始覺得悶啦，要換手。總結咧，狗狗係會聽音樂啊，而且會有反應，但係佢聽緊嘅唔係旋律，而係節奏、頻率、音量，仲有你情緒投射落去嘅氣氛。你開首巴哈，佢可能即刻拒絕你播 K-pop 跳舞歌，佢可能覺得全屋都係緊急狀態。